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郭文德昨讲赖清德亲像明朝大将冤宗犯，伊讲是互家己人做掉。另外，郭文德伊嘛讲到伊家己那亲像是清太祖努力下车，落尾佫讲伊是晚清的大将刀尼滚，互人讲伊讲唔对话。郭文德下早参加活动的时，嘛有相关的回应，咱做伙来听看卖。哎呦，不知道细节啊，我不晓得。不过一般防疫的钱。应该给都会给吧，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先问一下，今天这个围老的重建啊，现在台北市的申请率还是很低。大概目前已经核准了我们是已经到43件了，大概已经是占全台湾第1名了。一开始，但是我们是后来居上。一开始因为我们还要把那些中央母法规定，那我们自治条例要通过，那这条例通过还要通过很多工作细则，行政命令，所以。坦白讲，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些才该搞定，那才给大家开始申请。不过因为我自己会定了，所以速度开始变快了。市长怎么会自比小蚂蚁对上大金牛？是自己觉得？没有啦，如果只钱的方面，当然是这样。像你昨天还说赖清德是袁崇焕，被说是比喻适当，因为那民进党不就是明朝小英是崇祯皇帝，你满金府就要入侵民进党。昨天人家说的，哇，你来这搞，你也才去写剧本哦，你袂歹。哇，你可以改行当写剧本了，不错不错。他们对比起来，你怎么这样讲？哎呦，我跟你讲人家每天讲一句话，你都一定要去穿凿附会，何必这么辛苦呢？所以坦白讲，有时候你说，恭喜皇上，贺喜皇上，这也是俏皮话而已。你们就一定要哇，什么小英，什么柯文哲说小英是皇上，天哪妈！咱活的世间不要那么严肃啊！你还说他是大金牛大金牛。没有啦，他们还是资源无限的，因为我看那个前一阵子那种花在媒体的量，我就知道哇，这个实在是。所以坦白讲每个人叫我选，我现在想说，天哪，妈这个也不买广告，也不买那个，到底要怎么选呢？但小英昨天说，你身为民选市长，要对民主政治更严肃，言下之意好像是针对1国2制的事情。没有的，其实我已经很严肃了。我应该我不是你们奇怪，你有没有说柯文哲什么都乱讲话，只有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照稿念，从来不失言。所以人家说选择性的雅斯伯格症。伟龙你在讲一下说我严肃，一下我说我不严肃，奇怪。所以你的社指导和你的双子星，你也会觉得你要算在苏贞昌的头上。双子星你不提哪壶不提提哪壶。这双子星到底要卡到什么时候啊？我硬拖上过你1天2天我就说这个不小心，1个月、2个月、3个月，我讲你写冲起来了。像你今天下午要去云林，然后刚才他们主持人都一直在赶大家，就是说动作要快一点，怎么会利用平常时间去？没有啦，平常很少请假，刚好是这样的，因为云林我凯校的同学的，所以人家说看一下说这个放暑假的校外教学这个找一下同学的顺便我要去朝天宫拜拜，因为上一次妈祖绕境我到新港没有去北港去拜拜，因为那行程都被摆满了。这北港妈祖还是要去拜一下。6月15韩国瑜才去到云林啊，那你今天去会不会有点踩点的感觉？不会的，台湾小小的这个一定会，就总不能说他去了那我半年都不能去，这没道理。台湾小小的地方总是会 overlap 嘛。但最近大家都一直去云林，而且大家都说云林是农业大县，所以大家都是要去那边抢农票。有外公不要什么都是票。要说票的话我们台湾的人口还是集中在北台湾的。我觉得这样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云林生产我们台北市多少蔬菜？27%。我们农产公司的蔬菜好像27%的云林来的，28%。但是像现在韩国瑜他就是一直在往外县市跑，他也被批评。但是像你现在利用平常日的话，你不担心被说也是浪费市政吗？对啊，我就跟他讲说以后还是少排的。所以你也觉得这样子？大部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我刚才才开市政会议才出来嘛，其实还是这样的。我也觉得说不要，我每次都跟我们的局处首长说不管外面怎么做，你们都认真工作，就是说不要想东想西，认真工作。所以今天怎么会请假去？上有一个网友就成立一个从科粉变成科黑的告解专区，你怎么看他们好像对你的两岸论述都相当不满？我跟你讲两岸那一张就是55分嘛，怎么考也不会考及格啊，因为所以我后来发现美国65，大陆55，日本它比较好，日本可以考到85分的。会怀疑这是1450的阴谋吗？不会啦，我跟你讲，这个本来其实我非常清楚，大陆那张考卷怎么考也不会及格啊？为什么？因为就是
啊，迄就是我们就是没办法达到他的标准，所谓考及格，不会考及格。像公投法修正案刚通过，会不会觉得说有办法去年公投榜大选的乱象可以解除吗？哎，我跟你讲，大家吼，不过这样的，这就是再修正嘛，反正一下子绑大选，后来发现不对，再不绑大选。不过是我这样的话，我猜投票率很低的，大家都不太会去投。那黄伟汉说。啊，黄伟汉怎样？黄伟汉说，就是蔡英文的下一步是打科灭韩。他是写毁科灭韩吧？打毁科灭韩的，我有上网查过的。打不会怎么样，他们。所以你还没讲完，所以这一题呢？啊，回应委员可能不续聘，被质疑是不是大巨蛋案要放行？没有啦，他那个一定是借期不续聘嘛，一定有一个规则嘛，怎么会？我讲这是阴谋论，那你总不能做那些委员啊聘了要做一辈子啊，不可能，我们又不是，对不对？又不是要终身聘用制啊，任期到的一定会有要换1/4嘛，一定有它的规定的。是啊，你现在想吗？